喺好耐之前呢，喺山東威海市嘅醫院入邊呢，有個 BB 出咗世，佢叫瑞華。過程好順利，BB 好健康啊。醫生將瑞華遞俾護士，護士整理瑞華後就抱俾媽媽睇。瑞華，媽媽希望你健康快樂地長大。媽媽溫馨地望住瑞華，輕輕撫摸住瑞華嘅面珠燈。爸爸行到床邊，溫馨地望住瑞華，一邊摸住瑞華嘅頭，一邊話：果然係我個女，生得真係似我。爸爸講完嘢，瑞華就唔喊啦，仲擘開眼睛，眼碌碌咁張望眼前嘅爸爸媽媽，仲對所有事物都充滿好奇。瑞華喺父母嘅懷抱中展開咗佢嘅生命旅程啦。爸爸係瑞華出世無耐，就俾公司調去香港做嘢啦。一眨眼，瑞華就已經5歲啦。而今日就係瑞華去見嘅爸爸嘅日子啦。媽媽拎住行李，拖住瑞華走向碼頭。瑞華望向媽媽：我哋而家要去香港揾爸爸啊！好嘢，可以見到爸爸。海風輕輕撫過瑞華嘅面龐，轉眼間，船駛入咗一個港灣。爸爸嘅身影漸漸清晰，期待嘅畫面終於成真啊！瑞華，爸爸終於見到你啦！爸爸好掛住你啊！哎呀，大個女咗好多喎，而家都咁高啦！大家都為咗團聚嘅一刻感到開心。瑞華四處張望，對香港嘅一切都感到好奇。然後瑞華一家3口一齊展開新生活。喺40、50年代，好多家庭因種種原因同親人分離，加上經歷戰爭，瑞華能夠成功同爸爸團聚，絕非必然，所以顯得格外閃亮動人。你哋不妨了解一下身邊有冇長者有相類似嘅經歷啊！今日係瑞華嘅18歲生日，爸爸媽媽為瑞華準備咗個生日蛋糕。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瑞華，今日係你18歲生日，有咩願望啊？我想揾好多錢，仲要爸爸媽媽長命百歲。瑞華，你大個女啦，爸爸有份禮物送你。你咁忙都準備禮物？雖然爸爸平日好忙，冇咩時間可以陪你。你細個嗰陣，我又去咗香港做嘢。不過爸爸今年好開心，可以同你過生日。乖女，你打開睇下啦，睇下鍾唔鍾意？哇，好靚啊，係咪好貴㗎？唔好咁浪費錢啊！多謝爸爸，我一定會珍惜。帶住佢就知爸爸永遠以你為傲，無論你做啲咩，爸爸媽媽永遠都會支持你，做你嘅避風港。喺40、50年代，大多數父母都習慣以默默工作、照顧家庭嚟表達愛意，好少會用說話或者禮物表達愛意。因此，當父親主動送上禮物，並以溫暖嘅說話肯定瑞華時，呢份直接而真摯嘅愛特別閃亮，特別令人難以忘懷。你哋不妨對比一下唔同年代父母同子女相處嘅方式有咩唔同啊？瑞華，做咩今日咁有閒情接老豆收工嘅？係啦，介紹下，呢個係我嘅寶貝女，佢叫瑞華啊。阿女，呢位係俊熙，我嘅同事，好好人噶。你哋後生仔慢慢傾下偈啦，當識下朋友。阿女，我走先啦，屋企等。你好啊，今日終於有機會認識你啦。我之前都有聽爸爸提起你哋做嘢嘅威水史，好開心認識你啊！
不如我哋揾間餐廳坐低慢慢傾啦。瑞華同俊熙係相識冇幾耐就迅速墜入愛河，更加步入婚姻嘅殿堂。我請在座各位見證，我願意以你瑞華為我合法妻子。從今以後，當你喜樂，讓我分享你嘅喜樂；當你憂傷，讓我分擔你嘅憂傷。喺你健康或者病痛時，支持你，同你喺愛中共同成長，終生對你忠誠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我會永遠愛你，無論發生咩事，我都會喺你身邊。你願唔願意嫁俾我啊？我願意，俊熙，我都會陪伴你，無論風雨，我哋都會一齊面對，同甘共苦。喺60年代，能夠自由戀愛並非必然之事。喺傳統觀念影響與貧困嘅歲月入邊，當時嘅人結婚更多考慮嘅係生活穩定與家庭責任，而非浪漫與個人選擇。所以年輕人能夠按自己心意擇偶嘅機會並不多。因此，若果當年能夠同自己真心所愛之人相愛，並步入婚姻，實在係人生中閃亮嘅時刻。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其他嘅長者自由戀愛故事呢？瑞華同俊熙好快迎來第一個小朋友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家中陸續增添4位新成員，變得越來越熱鬧啊！某日嘅清晨，家中一片忙亂，孩子們四處奔跑，收拾書包，準備返學。俊熙着住制服，從房間行到大門。我要走先，今日有任務。今日係大仔生日，你今日又要加班？係，我會盡早返嚟㗎喇。俊熙匆忙出門，瑞華望住關上嘅門嘆氣，之後送啲仔女返學，同埋跑去工廠返工。瑞華同仔女收工放學後，都返到屋企，為大哥嘅生日派對忙前忙後。而俊熙收工後帶住疲態推門而入，可惜生日派對已經完畢，孩子們都瞓晒覺。仔女需要爸爸，我都需要你㗎。你覺得我唔需要呢頭家咩？我唔做嘢，邊個養家？邊個供書教學啊？你估我想㗎？俊熙情緒激動，瑞華隨之淚如雨下。你永遠都唔明，淨係識講錢。對唔住。過幾日之後，瑞華同俊熙到佢哋初相識嘅餐廳食晚飯。記得我哋第一次見過時啊。兩個人沉默片刻。我會調節工作時間。我會學習體諒你。喺呢一刻，瑞華同俊熙明白，無論生活多艱難，只要彼此包容與理解，佢哋就能攜手共度每一個挑戰，揾返曾經嘅愛。時光飛逝，轉眼間，瑞華同俊熙嘅子孫已經長大。睇住你哋大個真係幸福啦！咁快就已經咁大個仔大個女。我最驕傲嘅就係你哋，今日咁開心，我哋嚟飲杯啦！一家人齊心協力準備驚喜，睇住仔女們捧住親手做嘅蛋糕走向瑞華，淚水喺眼圈打轉嘅一刻，仿佛過去10幾20年嘅酸甜苦辣都得到咗最好嘅回報。唔單止係物質上嘅成果，更重要嘅係見到下一代學會感恩同付出。由為口奔馳冇時間傾偈，到而家子孫主動表達愛意，就好似當日瑞華父母俾佢嘅愛咁，將愛傳承落去。期盼大家透過呢個故事更加了解長者生命中最閃亮嘅時刻。希望大家能夠對長者嘅生命多一份好奇，用心了解佢哋嘅生命經歷，或者會發現唔少寶藏呢。